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，欠水有欠水的烦恼，雨落济后雨落济烦恼。以早中央气象局无遮进步啦，咱民众拢看通书，通书内底有迄个尖风欠刮刮，意思就是讲你注意听哦。24节气天气变化，有法度去估计，有法度去按算讲，今年农业是丰收还是欠收？讲到这，国情就要来甲所有观众朋友来提起。今年2020年雨水，就是正正对新历2月19。24节气，国情你安讲，莫非是对新历咧行？无毋对，24节气毋是对旧历哦。当年当新历24节气前后，拢差1-2天尔。真正24节气是照新历行。尤其旧历你若共一年中间节气日子安排无共，甚至捌回到双春双雨水的情形，就是讲共一个旧历年内底2个立春2个雨水，这玩意真罕见，几200年才有一摆。所以真正24节气是对新历行。国情就要来现通书内底有一首尖风欠刮刮，头一首咧讲立春甲雨水的节气。四句联，四句讲元旦精魂讲祭天，雨雪霏霏似红莲。做喜立春正一日，农夫不用历经电。四句内底就是咧说明讲，上介好啦，元旦旧历正月初1日是精魂讲祭天，迄天上介好是好天。那雨水，国情咧讲，2020年金鼠年是2月19新历，即天对雨水。那雨水迄天就爱雨雪霏霏似红莲。雨水迄天旧历毋是新历哦，新历2月19的时阵通书内底所写，即一日上介好，就爱落淡薄仔雨，雨雪霏霏才是红莲。那立春呢？做喜立春正一日。立春的时阵，迄天若好天食，农夫不用历经电，就是讲，若拄当立春好天，规年冬定就是会丰收。当然啦，国情伫咧讲，这是较早看通书伫咧推断，24节气好天落雨，影响今年农业种植的成果。毋过是当阵，这过去诗句咱提出的参考，是听内底字句，用台语咧吟，用台语咧读，内容真好。是但若要判断气象，认真讲，即马就爱看中央气象局每一天的预报，看咱公视台语台新闻，这上要紧。